靈修分享，日期2026年3月28日。經文馬太福音26章36至46節。喺客西馬尼園中，耶穌極其憂傷，囑咐門徒喺佢禱告嘅時候要警醒。耶穌求上帝叫呢個杯離開佢，但只要照父嘅意思，唔係照佢嘅意思。咁樣禱告咗3次後，佢對門徒講：看啊，時候到了，人子被出賣在罪人手裏了。起來，我們走吧。今日有唔少嘅基督徒祈求上帝係要照佢哋嘅旨意成就一切，而唔係照上帝嘅意思。佢哋往往抱怨上帝唔照顧佢哋，卻冇反省自己係咪有跟從上帝嘅意思行事為人。結果佢哋係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，並且得唔到上帝嘅賜福。你們求也得不着，是因為你們妄求，為了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。雅各書4章3節。人應該把我們看為基督的執事，為上帝奧秘的管家。所求於管家的，是要他有忠心。哥林多前書4章1至2節。阿們。